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后龙的外埔庄举办6年一届的王船祭典。今年的王船是拜托到南部的师傅做的，前后做半年。这个船身的跨是8尺6，长是28尺半，开将近200万。这台用纸做的王船，良辰吉日，伫个后龙的海边啊化掉。这个大火烧王船，场面真壮观。 规只王船拢大火，火是愈烧愈旺，场面是真壮观。王船乘做大火球，搁出火纸，烟嘛一直咧冲。周围咧看的民众原本家己咧烧王船，大约差200公尺，不过火是愈烧愈旺，火纸嘛愈来愈美。周围咧看甲翕相的人就开始倒退，退到大约500公尺左右的爆花，远远看是搁较庄严。因为互大火包围的王船伫咧沙坡顶悬烧，边仔就是海，海影搁一直咧来，难得的奇景，互人是忍袂住紧紧看。 这是苗栗后龙的外埔庄6年一届的王船祭典，嘛是当地景庙合兴宫第5届举办烧王船的科技。外埔庄有100年的历史，互人讲是全地唯一保有3只来自福建的王爷船靠环的砖头，所以嘛互人讲做是王爷船之乡。王爷只是6年一考，甲做这个。 王船上天条的照点。庙方表示，今年王船是南部的师傅用半年时间打造，船的长有28尺半，宽8尺6，开得要200万。经一个好时辰，伫咧后龙的海边啊烧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